提起 Richmond， 好多人首先諗到方便，由亞洲美食到購物，呢座城市早就已經係方便嘅代名詞。然而呢座城市即將會有一個巨大變化。無可否認 ，Richmond 現時嘅便利性高度集中喺 No. 3 Road。住喺附近嘅居民好多時候只需要行路或者踩單車就可以滿足大部分生活所需。但係對於居住喺較遠嘅市民嚟講，對汽車嘅依賴性依然好高，同時亦加劇咗市中心嘅交通壓力。甚至對於居民嚟講，一定要住近 No. 3 Road。所以呢度嘅城市發展似乎被無形地限制喺呢條黃金走廊之上。為咗解決呢個問題，市政府喺最新一份嘅 OCP 就講到想將 No. 3 Road 以外嘅部分街道成為 local villages。local villages 將以4至6層高嘅住宅為主，地下就將會規劃成零售、cafe 等各類型商店，而樓上就係住宅。至於市中心嘅發展，全新嘅 Capstan 站已經喺2024年年尾正式啟用，而附近亦即將興建全新嘅社區中心。此外，亦都有重大重建項目，就係 Lansdowne Centre 重建計劃，將會從一個大型購物中心變為一個完善社區。除咗宏觀嘅城市規劃藍圖，市政府亦都積極推動多項大型社區建設項目，就好似今年即將完成嘅 Steveston 社區中心同圖書館，將為日益增長嘅人口提供優質嘅康樂文娛服務。與此同時，市政府亦規劃緊全新嘅大型體育館，以及進行電網升級擴建。由路面修整到水管基建 ，Richmond 正由內到外不停改善，務求令公共設施追得上未來人口嘅需要。總括而言 ，Richmond 嘅未來發展策略清晰而宏大，除咗照顧到住喺其他地段嘅市民之外，亦開始為未來城市發展作出佈局。同時，亦都興建多個全新公共設施，將會令 Richmond 變得越嚟越方便。下一集我哋將會同大家介紹一下 Richmond 區嘅教育，記得唔好錯過啦！